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茶餘飯後，我係嘉星。我係小青，今日呢個 topic 幾爆喎，關於 Turnitin 嗰啲 AI 政策。係啊，最近本台台長 Betty Lam 同朋友傾偈，話而家學術界用 Turnitin 去捉啲學生，有冇用 AI 寫文？本身聽落都合理㗎，驚學生偷懶用 ChatGPT 寫功課嘛。但問題就嚟啦，佢哋發現有啲學生交出嚟嘅英文，明明係自己寫，仲要好流利冇錯喎，結果俾 Turnitin 當咗係 AI 文。即係寫得好，反而駁直，寫得似母語人士就會被懷疑係機器。冇錯，變相逼啲學生要刻意寫差啲，文法錯多幾筆，用字怪怪地先可以過關。咁樣好荒謬喎，讀 Master、PhD 本來咪就係要越寫越好、越嚴謹咩？點解而家變成要扮唔識寫？有啲人仲分享話，佢哋要專登喺英文度打爛 grammar，Turnitin 先覺得佢係人類。即係好似 I think this system 咁樣。差唔多啦，成篇唔中唔英，好笑之餘，其實幾心酸噶。因為個信息好錯咯，你越用心練好英文，就越容易俾人話你 cheat。你亂寫反而安全。係啊，呢種獎勵平庸、懲罰優秀嘅機制，長遠真係可以令人成日諗，咁我咪唔好咁叻住啊。同埋仲有個盲點，AI detection 本身都唔係100%準確嘅演算法啫，但係而家變成可以影響學生成績，甚至學術誠信記錄。最慘係，一旦俾人標籤咗 AI 寫，就算你話自己係原創，都好難證明翻權力喺系統同老師度。應該調翻轉諗咯，學校係咪應該教學生點 ethically 咁用 AI，例如用嚟揾資料、改 structure，但 idea 同 argument 要自己嚟。同埋評分唔好淨係靠篇文，而係加口試 present， 甚至問翻佢點諗出呢個 framework，咁先驗到真功夫。係啊，如果一個學生可以清清楚楚講解自己篇文點起稿、點推理，其實無論有冇用 AI 輔助，都證明佢真係學到嘢。反而而家咁逼人寫差英文，長遠只會令大家更依賴 AI 幫自己翻譯翻做正常英文，越讀書越唔敢寫得好。咁就真係好反智啦！本來教育係想開拓思考、精進表達，結果搞到人驚出色、驚寫得靚。可能我哋而家喺過渡期啦，但佢希望學界快啲由捉 AI 變成教人點同 AI 共存。總結一句，如果個制度逼你變蠢先安全，問題唔喺你個人，而喺制度本身。呢點大家真係要記住。好，今集就傾到呢度。唔知你哋學校有冇遇到類似情況呢？可以留言 share 下。多謝收聽茶餘飯後，我係小青。我係嘉星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